也火烧厝的，阁有咱台湾高雄大树遮。大树有一间汽车保养厂，今日透早发生大火，火势是拖甲真紧，阁真凶。也因为这个保养厂是铁厝大，也内底阁囤真济足够导火物件，所以要抢救是真困难。也消防人员伫咧厂内呢，找到头家因老母，毋过人找到时，这已经无开始啊。也这件事故初步怀疑可能是家属来爆炸引起火灾，毋过详细的原因呢，要过来厘清。 大火甲乌烟为铁片厂房厝顶冲出来，高雄大树溪步路一间汽车保养厂，3日透早2点外发生火警，厝边听到阵阵的爆炸声音，赶紧报警。爆炸声很大声，被吵醒。啊，我怎啊讲，哪有像迄人咧偷牵车，去来看，才发现隔壁拢火烧起来。 铁门击开了后，内底已经全部烧起来，消防人员布好水线，全力拍火。啊，不过因为厂房内底真侪汽车材料、机油、车链才会开多物件，互火势真歹，而且拖甲真紧。急站呢，更紧楼地板因为关分冷化变形，也增加抢救的难度。铁皮的这个楼地板整个都是烧穿哈，那所以阻断了它的这个阻断了我们登梯上去的这个路线，没有办法上去。 火势一直到1点钟了后才控制拍火，消防人员伫2楼后边急站的房间内底，找到受困的50多岁姓李的犯人。危险的是已经明显死亡，伊是保养厂头家妈妈，为故工厂才住伫厂房内底。还要鉴定，初步鉴定应该是瓦斯气爆，厨房也是爆破出去的。 3日透早登到现场，厂房内外烧甲如苍苍。家属表示，厂房平常时无组织，无确定为什么起爆。消防火调科人员也继续调查现场，要了解导火原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